港元拆息繼續向下，其中作為拆息按揭參考的一個月拆息，今日報0.52845厘，跌0.66點子。拆息對正在供樓的業主以及發展商均帶來正面作用。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報告更認為，內地買家湧入、資本市場改善以及近期 HIBOR 下調，令香港樓價勢將觸底反彈。大摩分析師於報告內指出，即使目前可能還處於早期階段，但看到了數個值得樂觀的理由，認為香港樓市可能正處於上升週期的開始，料週期可能會持續4至5年。摩根士丹利預計下半年香港樓價將止跌回升2%。該行指出，內地用家正在提振香港樓市，目前香港租金收益率現已超過內地一線城市，從而刺激投資需求增長。同時，最新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復甦正在產生財富效應，將進一步支撐住房需求。不過，該行亦表示，目前香港樓市上有多項挑戰，包括已落成未銷售的新樓庫存大增，負資產按揭貸款宗數仍在增長，香港失業率上升，而且部分地產開發商包括新世界發展、0017的營運仍然面對困難。大摩表示看好新鴻基地產0016及恆地0012，給予增持評級，給予嘉里建設0683與大市同步評級，分別與新世界及九龍倉置業1997減持評級。另一間大行摩根大通發表報告，指出較低的 HIBOR 有助降低融資成本，預料 HIBOR 每降低100個基點，企業利息支出可減少12%，相當於對盈利帶來約5%增長。為該行預計 HIBOR 不會長期維持在1厘以下，基準情景下可能逐步回升至2厘至3厘，但仍低於2025年5月前的4厘以上水平。該行指出，太古地產1972、領展0823及恆地均提供超過6%的股息收益率，具備穩健基本面及收入潛力，屬香港地產股首選。